成盤生意就毀豬一打㗎啦。KK 園區涉案主腦陳志被制裁，佢香港公司嘅公司秘書2日之內即刻辭職，點解可以反應咁快？今日我就同你揭秘我哋會計師嘅反洗錢日常。一個專業負責任嘅會計師喺接觸任何新客戶之前，我哋會做好3步起底工作。呢個唔係八卦，而係為咗保護我哋自己嘅同事，更加為咗保護我哋所有嘅客戶。第一，向上穿透，揾出真老闆。就算你公司架構有10幾層，我哋都會穿透到最後，揾出邊個係最忠實一人。確實佢哋嘅背景同埋資金來源，有時候都會向下穿透。即係睇埋子公司嘅狀況，入去整個組織架構嘅業務細節更深嘅了解。第2步，做足風險評估，我哋會根據你嘅行業係咪現金密集嘅行業，地理位置係咪嚟自高風險地區，將客戶分為低、中、高3個唔同嘅風險級別，採取唔同級別嘅監察。我哋嘅指導喺未搞清楚客戶背景之前，1分錢服務費都唔敢收㗎。第3步亦都係最關鍵嘅一步，長期監控制裁名單。我哋會透過專業數據庫持續篩查客戶係唔係被制裁，係唔係政治敏感人物，有冇金融犯罪記錄。呢個監控係長期嘅，所以好似陳志咁，一上制裁名單，系統就會即刻響起警報，可以迅速劃清界線。會計師做咁多嘢，唔係為咗怕麻煩，而係要做你生意上最重要嘅守門人。你試諗下，如果你會計師冇做好把關，令你公司唔覺意同呢啲高風險人物扯上關係，你嘅銀行戶口可能會被凍結，生意夥伴會對你失去信心，成盤生意就毀豬一打嘅。所以揀會計師，除咗考慮成本之外，亦都要睇佢夠唔夠專業，夠唔夠膽講不，幫你把好關。如果你想揾一個真正專業，將風險管理放喺首位嘅會計師團隊，點擊我主頁嘅 link 同我接觸，我唔單止幫你盤數執得靚，仲會幫你盤生意行得穩㗎。